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的这件冥冥之中莫非有啥物曲折呢？这个台中市的前议员陈清景昨讲夜了，讲南投德山得到15亿威力彩的迄个得主是一个长照中心的护理师，想袂到东港的下晡，陈清景就来出车祸闹出血，即摆佫伫咧家护病房咧观察。这个代志伫咧地方上，大家是议论纷纷，莫非是讲泄露天机、天理处罚？警方是出面请大家莫阁乌白药咯，讲是这个陈清景开车经过的闪灯的路口，无来减速，才会来出车祸。这台银色轿车车头弄甲害了，驾驶是台中市前议员陈清景，互人送去病院。因为有内部脑出血，还在做进一步的观察，这样子。依照警方调查，当时陈清景赛车经过台中中德北路4红灯的路口，甲驶伫就这路4黄灯路口，这个红色轿车相撞，迄个时阵伫落大风。闪红灯经过路口的时候，他要先停再起始。那闪黄灯的话，要减速慢行。昨早起，陈清景接受电视媒体采访，伊讲，伊知影南投开出15亿威力彩，得主是啥物人？护理师，他来这边兑奖的啊。想袂到采访煞几点钟后就出车祸，加在经过急救有较稳定，即马伫家护病房。这个代志嘛伫地方上引起讨论，人讲敢是漏接天机，要么随上是伊伫4红灯的路口无挡便，结果驶才会发生车祸。